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 channel。咁想問你一條問題嘅，就係如果世界其實唔需要變，淨係你自己變，就已經會見到一個新嘅世界，你夠唔夠膽試呢？被討厭嘅勇氣呢一本書入邊講嘅呢，就係咁簡單，但係呢又殘酷嘅一件事嘅。人係可以改變嘅，只係你一路呢都決定唔去改變。好多時呢，我哋都明知道而家嘅生活呢係唔滿意噶啦，咁但係呢，內心呢有兩埲牆喎，一係呢就係缺乏變得幸福嘅勇氣，二呢就係唔願意捨棄而家嘅生活形態。因為改變呢就係代表風險，人際關係要重整，工作方法要重練，身份認同呢要鬆綁。於是呢，我哋就會同自己講，再等下啦，時機未到。但係其實呢，你唔改變呢，已經等於你做咗一個嘅選擇嘅。書入邊呢有句說話，就係人類嘅煩惱呢，其實全部都係人際關係嘅煩惱嚟嘅。好多嘅自我攻擊呢，其實都係因為過度恐懼呢一個人際關係之後嘅一個副作用。你討厭自己呢係一種嘅策略。用討厭自己呢嚟逃避人際嘅場景，唔夠膽表達，唔夠膽拒絕，因為驚被討厭，所以就話我唔得噶啦。但係呢，長遠呢只會更加討厭自己。所以如果你想走出呢一個圈嘅話呢，咁第一步呢唔係練更加犀利嘅社交技巧，而係呢要重新定義你同其他人嘅邊界。喺阿德勒心理學呢，有個關鍵嘅工具，就係課題分離。問題呢唔在於點樣去迎合每一個人，而係問呢一件事呢係屬於邊個人嘅課題。其他人中意與否、讚或者彈，呢一個係對方嘅課題。但我係咪跟我嘅良知去行事呢？係咪將工作做到好呢？呢一個呢就係我嘅課題。咁所以當你開始分清楚呢，我做好我嘅任務，而唔係為咗滿足其他人嘅期待而活嘅話呢，你就會驚訝，其實焦慮呢係少咗，自由呢係多咗。你唔會再用比較嚟證明自己，而係追求卓越，自己嘅腳呢向前跨一步，而唔係呢非要超越某一個人。但係呢，其實我哋都會有自卑嘅心態嘅，但係呢，都分開兩條路嘅。第一條呢，就係因為自卑而變得驕傲自大啦，用姿態呢係去掩飾呢一個不足嘅，去靠否定人哋呢去維持表面嘅強大嘅。咁第二條呢，就比較健康嘅方法啦，成長同埋努力嘅，努力工作啦，持續學習啦。反覆練習嘅呢一條路呢係比較慢嘅，但係一步一步呢將自卑呢變成資本呢，你就唔會再問點樣先至贏人，而係問我今日可唔可以比琴日呢多行半步嘅。咁好多朋友呢都會困喺如果當年點點點，等我準備好就點點點，但係呢過去同埋未來呢都唔存在嘅。只係喺你腦入邊呢嘅投射，關鍵嘅一刻呢，其實就係此時此刻。書入邊講呢，其實人生呢一般呢都冇乜意義嘅，只係你俾你嘅人生呢係一啲嘅意義。咁你去點樣去做呢？就係呢要活在當下呢，做有貢獻嘅事。咁認真呢就唔等於嚴肅嘅，認真生活呢。但唔需要用悲壯嘅姿勢呢係去生活，就好似跳舞咁樣，你音樂播緊，咁你就用心跳好每一拍。你唔需要同人哋比嘅，亦都唔需要話我一定要去到某一個地方。只要你一直係咁跳，你自然呢就會去到屬於你嘅地方。咁即使呢有人唔中意你，咁但係呢，你只要有貢獻其他人呢一粒導引之星仲喺度嘅話呢，你就唔會迷路嘅。
貢獻呢唔係話一定要救人啊呢一個咁偉大嘅事嘅。其實呢，你只要將你嘅工作做好啦，照顧身邊嘅人啦，對陌生人呢保持友善。當你將焦點呢由被喜歡呢轉向有冇貢獻呢，咁你就會獲得一種平靜嘅自尊嘅。我願意呢係被不喜歡嘅，但係呢，我唔會停止做好我應該做嘅事嘅。咁所以大家呢都可以試下做呢一個課題分離嘅日記嘅。咁你可以寫低呢，你今日呢令你焦慮嘅事啦，跟住問自己一個問題，就係呢一件事呢要承擔結果嘅係邊一個？如果唔係你嘅話呢，咁你就還翻俾對方啦。如果係你嘅話呢，咁你就列出一個好細嘅步驟啦，跟住聽日行動嘅。咁同埋每一日呢，你都可以做少少嘅貢獻嘅，可能就咁同事啦、朋友啦講多謝啦，或者幫助同事啦，同屋企人傾偈10分鐘啦。咁呢一啲雖然好似好微小，咁但係呢，你都會發現呢，呢一啲嘅微小嘅貢獻呢，係會推動你呢持續向前嘅。咁所以呢，書入邊呢都想最後同大家講呢，其實最主要係我去改變，呢個世界呢就會改變嘅。世界唔係其他人可以幫你改變，你係要選擇將呢一個焦點呢，由其他人嘅眼光呢，係轉到自己嘅課題、自己嘅當下、自己嘅貢獻嘅。咁你就可以踏出咗呢一個自由嘅第一步嘅。你未必會即刻變成另外一個人，但係呢，你會感覺到原來我可以選擇嘅。咁多謝大家收聽到呢一度嘅，咁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嘅。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